台北市交通局对2019年开始，伫13个路口的车红灯装 AI 设备，若准有侦测到过路人行袂赴，就会增加过路人这边车顶的时间。今年搁再加上 CMS 电子看板，若准有过路人撞过红灯，就会提出警告。车顶一个光，大家就来过马路。这个秒数对一般人来讲可能有够，但是对时大也是讲行动不方便的人来讲，可能就赶袂赴。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台北市交通局对2019年开始，伫13个路口装 AI 设备。若是侦测到有人伫车顶时间结束进前赶袂赴到，就会增加时间。今年搁再加上 CMS 电子看板，若是侦测到有人弄红灯，就会发出警告。是觉得有点短，可是要几秒钟才是算比较正常，就没有特别去想研究啦。一般是路若较大条的秒数来较长一下安尼啦。本来就有装设 AI 设备去侦测，知道有没有行人跟行车，那来调整绿灯秒数。那这次的话，我们就是示范增加一个 CMS 的系统，然后透过既有的 AI 设备，去侦测行人有没有闯红灯的行为。根据交通局的统计，设置 CMS 进前，平均每天有45.7件行路的人违规。设置 CMS 了后，违规的件数降低到22.8件，是减少50%的违规事件。感应信号是我们4年会预计装设38处啦，会观察到8月的整个执行的成效。那如果成效都一直都良好的话，我们也会在这几个路口看也会再增加。交通局表示，把所在若是设置咧路中央，就较接出现民众弄红灯的行为。这套 CMS 系统的成效会观察到8月，若是成效袂歹，就按算设置咧这种所在，提升路口的安全。记者郭富坤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